咱要先来关心的是半导体的大厂京鼎科技传出受到骇客的攻击，而且这个骇客还佫直接伫网络顶头呛声，讲这个京鼎若准无付钱，就会留下所有客户的资讯，佫会来迫害所有的资料。业者是回应讲，即马已经启动防御机制，初步判断对公司无大影响。 鸿海集团旗下京鼎精密科技作为国内半导体设备大厂，官网刷伫16传出互骇客入侵。网页红记记捌大股中，顶面的英文字讲，已经偷摕公司内部的资料，只要京鼎唔付钱，都公开客户的资讯。管理唔察，搁较欠车，会当彻底摧毁资料。交易所也会跟他们公司联系一下，就是说这个。 他们的说明还有后续，因为看起来没有重大影响，所以可能是提醒他们相关资安有没有要再做一些检视啦。像市贵公司互骇客攻击，金管会回应已经请证交所甲京鼎联系，检视资安防护，也陆续要求就市贵企业设置资安场顶。 已经有上千件完成设立，京鼎也发动信，证实已经互骇客入侵，全面启动防御机制甲护关作业，保证对公司运作无重大影响。那调查局提报了后，已经立案调查。每次在讲治安，可能永远都在讲防火墙，但事实上，其实资讯安全要从内部、外部还有员工教育训练都要去做一个比较全面性的规划，软硬体必须要升级。 第二件事情是整个长时间的这个教育训练。骇客大胆公开留言威胁，治安专家讲过去无电快，强调就算是网站封攻破，嘛无一定会当得手内部机密资料，只是京鼎和网讲，就代表治安防护有空旁，除了软硬体升级，也爱强化员工的教育。搁一摆点伫京鼎官网，页面大部分拢开放，也毋过就财务报告这项，搁显示。 电脑主机有错误，实际联系京鼎到这个进程也未取得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